真爱公益交织，我心我的兄弟，谁敢见狼狈狈？同有归家一起自强，我一个祖苗，别最草多凄催，他归归去也随，你更就来阳光吹来，风一多一大。我心我的兄弟，你也归归今天，随后开盖将其中原，红衣文当的心，天可领光的家，大尊的基因，你的高为他最起点，愿更归的兄弟。好，咱第二首是献诗第177首。这首咱可能较少见，咱先听诗歌。咱做个来听。一线金光兄弟，愿更天我的背，给这先心上为一类，愿万良的贤惠，未来呀的机会，他刚的背后。共曾当亲莫在兄弟，不更化的恶龙。第三站，但求兄弟交锋，救赎心心点头。今天长安家的内容，喜好应将天空。咱今日第四个到这。这是准备做礼拜，咱大家先把手机啊放起来，咱爱心与爱心。这是咱来劝好上帝的话，到啦。
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阮要求你做官，阮要学到你的名，因为你用忠信诚实行奇妙的事，就是你对古早所预定的圣诗，这是咱来临时学到上帝。圣诗67首，我心学到上帝，请大家起立。使徒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我是那受体的上帝的信仰，咱的主，对圣上高台，对在受玛利亚之时，对温柔的两个女来时候，对是的是来上多礼物，对上帝的相容我，求你，他是专门被上帝好运。愿你要来净化我的感想，我是真心，献托我们教会，献托上空，最下面，最后话，另外话名。请坐。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体验文，咱做伙来体验。天开圣诗后壁面第5篇就是诗篇的19篇。这个篇讲起上帝的荣光。这里对这里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钱遍离天下。上帝伫因中间，伊就日头安置敬房。也亲像领养的人欢喜走伊的路，坐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矫正。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是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济济好银较通行无。
鼓励的萝卜对遮会受敬戒。一水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救盘，救赎我的主啊！祈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伫咧这一年的这一年的上尾一天，自入伊的面前。伫这个日子，阮要学落你，亲像大笔，带全以色列人对你发出的学落讲。耶和华，阮的主，以色列的上帝啊，是应该学落的，对永远到永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光、得胜、伟人，拢是你的。凡那伫天顶地下，拢是你的。国也是你的，你是至权，这万有的头。好呀，尊贵拢对你来，你也掌管万有。伫你的手有大权力、大气力，互人尊大，互众人大气力，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阮感谢你，学落你荣光的名。伫即个日子，阮要感谢你，感谢你伫咧过去的一天中间，甲阮治病，赐互阮平安甲稳定，互阮会当伫咧信仰的道路中，直直向前行。感谢你，互阮伫12月即个圣诞节期间，会当做伙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互阮的社区活动会当顺利的举办，互众人会当做伙感受你的疼，甲你的喜乐。接落来，阮要为着国家社会来祈求，为着即个到的即个1月份的国家选举，甲你来祈祷，求你亲身掌权伫即届的选举，赐互阮有智慧、公义的国家的领袖、甲政府各个单位的领导者。求你保守阮的国家有和平、甲喜乐充满伫社会。最近学校内面有发生学生的代志，求主你的安慰甲平安会当临到所有受到影响的人，嘛医治因所受到的伤害甲影响。过来，阮嘛要将会众中，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伫身躯也是心灵，也是心情所需要的，拢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求你医治阮中间有病痛的人，求你安慰悲伤的心灵，嘛求你来引带失去方向的人，而且求你赐平安，互每一个需要你的人。求你加添阮的信心，互阮伫新的一年中会当搁较坚定倚靠你，行伫咧你为阮所备办的真水的计划当中。最后，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我与你的你的诚实，你的公平道，你的知识正，你的知识平，阮的历史哪里管？下面阮的国父，是出卖阮下面的国人，我对阮的历史，有对阮的恋爱，欲国关联变成东西收，代代而至。
历代志上29章17到18节，历代志上29章17到18节。我的上帝啊，我知你监察人的心，欢喜正直。轮到我用正直的心欢喜献祭一切的年。当我看见你的百姓伫遮拢欢喜献互你，我就欢喜。耶和华阮列祖还搁来喊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互你的百姓常常存即号的心思念头，陪伴因的心归附你，赞美，着快乐俄罗主，请圣歌队带咱来俄罗。
2023年最后的一天，伫遮我想咱每一个人对伊所经过的即一年，咱应该有侪的感触，因为伫一年的中间，咱有拄着侪代志，有欢喜的代志，也有愤激的时刻，嘛有忧伤的时候，总是上帝恩典伫咱的身上，帮助咱经过一年的时间。一年讲长无长，但是讲短嘛无短。咱若以每一个日子来算的时阵，迄个时间就真长。但是咱若以较大的即个眼光来看的时阵，一年实在有够短。那亲像圣经内面咧讲，上帝看千年亲像一日，也看一日亲像千年。所以我想，咱伫遮三角来思考，咱伫一年中间所有经过的代志，咱伫即中间会通得到啥款的帮助？三角拍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无论阮伫经过的一年久，阮拄着啥款的代志，主你拢甲阮三角伫地。当阮忧伤的时阵，主你安慰阮的心；当阮拄着挫折的时阵，主啊，你圣神加添阮快乐；当阮欢喜的时阵，主啊，你也加添祝福伫阮的中间。主啊，伫阮所经过的日子，阮拢深深体会你甲阮三角伫地。亲像诗篇所讲，你用恩典做年岁的冠冕，伫阮所经过的路径，拢滴满指引。主啊，你是安尼在款待阮，互阮的性命得到丰盛。主啊，阮要对阮的身体献上阮的感谢。主啊，当阮今早起，兄弟姊妹通过三角聚集伫你的面前，阮伫遮用心灵真实来敬拜你。主啊，愿你圣化阮这个聚会，也感纳阮伫你面前的儿女。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早起所读的圣经吼，虽然是只有2章啊点，但是若要较完整，应该是爱读较长啊。但是我想，即个较长的经文，咱倒进去的时阵，犹原会当看。所以我就甲这长的这个经文中间，甲摕这2节出来。这2节是咧描写大卫王伊伫晚年的时阵为主所做工作。咱知影伫大卫一生的中间，对于头一遍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是撒母耳同车到伊厝里去，伊个头壳顶抹油，为伊准备做将来以色列的王。对于迄个时刻开始，伫大卫的生命中间发生真大的这个变化。有时阵我咧想，大卫若无撒母耳甲伊抹油，我想伊一生可能是平平凡凡得过，因为伫伊老爸的家，伊是尾仔囝。咱过去常常咧讲安怎，父母拢疼尾仔囝对无？所以安尼，大卫是毋是伫伊个家庭中间会当特别得到父母的照顾？但是咱若看经文，那其实毋是安尼，因为撒母耳到伫伊个厝里，要为着以色列人来高我一个新的王。伊个老爸安怎反应？大声是对伊个兄哥，大兄、二兄、三兄、四兄、五兄、6兄，尼一个一个请出来，互撒母耳看呢。上煞尾即个大卫，有伫考虑在内无？完全无伫考虑中间。
所以当这个撒母耳伊咧奇怪，啊你这么济囝出来啊，上帝拢讲毋是呢，啊你要囝？伊讲有啦，啊就伫旷野咧过羊，哦，伫旷野咧过羊，所以高我做王，伊个老爸根本就无考虑着，无想着伊。若毋是撒母耳甲伊讲安怎？既然要一个，你甲叫来。若无撒母耳安尼讲，哦，伊个老爸根本就袂想安尼。所以咱甲想看觅，伫老爸心目中，伊敢真正有迄个真要紧父母听迄个地位？因老爸甲伊发扬嘛，吼，根本就无甲伊考虑在内。但是上帝拣选，确实出伫伊父母的料想以外。伊仔兄哥嘛无法度通好接受讲，啊到尾啊竟然是因的小弟，即个未成年的细囝。但是对安尼了后，咱看，大家是毋是会当混得风生水起？因为已经受批判，将来要做以色列王安尼，伫伊个厝呢，伊个身份、伊个地位。是毋是真特别？咱讲看，嘛毋是安尼。我有了后，伊继续倒去旷野去过羊，甚至到尾啊，伊出现伫以色列人中间，是为着伊个老爸找肯，叫伊炸一寡好食的物件，去慰劳伊个兄哥。哦，因为伊个兄哥在做兵啊。在为国家征战，会真辛苦，所以个老爸吼，伊办好食的，讲啊你安尼去看你个兄哥，去个时阵拄着歌利亚挑战所有个以色列人，扫罗惊到秘密王宫内面毋敢出来，所有个以色列人嘛看着迄个高强大汉，迄个菲利斯个妖术，逐个惊甲鸟手，伊着鸟共款。无一个敢出来，大笔讲啊，即个人伫遐咧侮辱咱的上帝，啊是安怎？上帝选民连一个出声都无，则无应该。讲既然也无人出来，我就爱徛出来。我想迄个时刻，大家拢想讲啊，即个毋知死活的戆小囝。伫即个场面，若是你出头的时阵，所以你甲看伊个兄哥安怎甲伊应对？无人看好，啊！你出去送死，但是大笔勇敢出来，因为伊心内安怎想？伊讲，菲利士人是靠伊的身体勇健，伊有大气力，哦，但是伊倚靠上帝，上帝名他会使互这外邦人伫迄个所在安尼侮辱，所以伊贴出来。担当即个责任，最后咱拢知影，伊拍死即个歌利亚。啊，想看卖咧，当伊拍赢凯旋倒转去的时阵，所有以色列人伫迄个所在欢喜而乐，因为安怎为因即个国家筑起一个上界大的威胁。你知影？假使即个歌利亚若无死，以色列人会变做安怎？真有可能会变做非利士人的奴隶啊！所以遐有拄着伫遐来学了大笔讲咯，啊，扫罗杀死千千，大笔杀死万万，哎，无学了这有代志啊！学了这了后吼，大笔随时安怎陷入迄个危险的境区，因为扫罗猜忌，讲哇，这个囡仔呢吼。超过我呢，我伫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地位无去啊，所以咱就知影，伊想尽办法来威胁大笔，甚至追杀大笔。啊，所以大笔安尼走投无路，到尾啊假笑，啊去灭伫非利士人的中间。安尼才逃过迄个扫罗追杀的即个风险。所以咱甲看，
有时阵咱就想讲，大兵得着高我做以色列王，对安尼了后，伊应该生活变做真无共款。伊老爸爱强势，袂阁叫伊去雇羊，因为你知影，伫野地雇羊，迄是一个偌危险的代志。圣经甲咱讲，大兵捌安怎？甲狮也伫迄个所在拼命的。所以加在上帝保守，互伊有困难，拍死迄个猛狮。所以伫旷野雇羊，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伊的老爸敢毋知？知啊！大兵要做，将来要做以色列王呢？竟然互即个将来的王去冒一款性命的危险，甲伊下旷野迄中间，所以这完全突出咱一般人的想法。照你讲起来，大兵既然是上帝所选要做王的人，上帝高我的，应该上帝嘛安怎想尽办法来保护伊，莫互伊伫迄个危险的中间，安尼将来毋才会通安尼顺顺利利来接受做以色列的王。这是咱一般人的想法，但毋是安尼。所以咱知影大兵经历最的苦难，最的即个迫害，最后虽然安尼做以色列王，但是做以色列王，嘛毋是讲安尼伊就会通平安顺利。咱知影伊嘛讲就是做危险，来自这个扫罗伊过去的这个部下，对这个大兵的危险，来自这个扫罗的家儿，伊个所在心思意念想了哪，想要甲大兵搁再演做转去，互因在扫罗的家儿孙会通接续来做王。所以大兵伫伊的经历的中间，拢毋是顺利。伊大兵一生中间，伊也搁认得讲上帝是最大的帮助。所以咱若去看诗篇，咱就看到做大兵所写。这中间虽然也有伫个所在向上帝申诉，讲上帝啊，我是怎做有一款苦难，你的保守，你的困难伫倒位？我想所有人落入一个困境中间，难免的，拢会安尼来想。所以，咱就看见讲，上帝嘛允准人来向伊申诉。所以大兵通过安尼做的这个经验，无论成功失败，无论是顺境逆境，伊最后所保守的一个心是啥物？要为上帝去做圣殿。这是一生中间，伊认为讲上界公平的代志，是伊一生中间上界巅峰的代志。毋过安怎？上帝讲袂使，你袂使为我起圣殿，因为你的手伫过去的年日中间来对抗这个敌人，对抗遐个想要伤害你的人，你已经流真侪人的血，所以你袂当做这个代志。你甲想看觅，但比上大的愿望是安尼呢，但是上帝竟然毋准。安尼伊会感觉很沮丧的。请咱记得一件事：当大兵进入这个锡安这个后来称作大卫城的所在，伊就想讲将上帝的会幕对伫外面，甲伊名字交伫首都内面去。当这个约柜受名字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大兵是一路安尼跟对这送约柜入城的这个队伍，伫迄个所在欢喜跳舞，
创造一个王的尊严。你到王后这所罗的大查囝，伫个所在，哇，对大卫非常的看不起，甚至伫个所在指责讲，你头有受一个王的身份啊！跳甲安尼，伫个所在跳舞跳甲，照圣经内面所讲，咱知以色列人因是穿迄个长袍啊，穿长袍要跳舞当然无遐方便，真可能我讲的是真可能，因为圣经有直接描写。所以，这个大兵为着要跳舞跳较尽兴的，真可能伊甲这个长袍人撩起来，塞伫个腰肚中间，伫遐跳舞的时阵，地教讲伊露出无应该露出的这个身体部分啦。所以这就是这个所罗的查某囝，当时大兵的王后。对于看无起，伫遐指责伊这个原因。但是大兵无认为讲这有啥物唔对，因为伊真心在学了上帝，所以真心学了上帝的时阵跳舞跳到忘我。咱就想讲跳舞是咧学了上帝，无唔对。咱若看诗篇，咱就知影，要学了上帝讲安怎？弹琴、弹瑟、拍锣、讲鼓，尽所有乐器拢总摕出来，伫迄个所在甲伊敲响迄个声音来学了上帝。佮讲安怎呢？跳舞，跳舞毋是像咱所讲的安尼跳舞跳迄个什么优雅的交际舞啥物样，是尽伊所会伫上帝面头前。来表达对上帝的学乐，所以跳舞伫以色列人中间是一个真要紧学乐的动作。因为文化的关系啦，咱台湾人无习惯跳舞学乐上帝，所以即使咱即摆有迄个敬拜赞美的时阵有一寡肢体动作，咱嘛是拢安尼来摇，做袂好势。所以有个人规矩卖啦，这毋是我的专长。包括我在内，我嘛安尼，我嘛无法度安尼亲像大兵讲，伫迄个所在尽情跳舞来学了上帝。毋过袂要紧，上帝看是人的内心，上帝看是人的内心。上帝知影你有咧学了抑无，有真心在学了抑无。所以我拄仔想来讲。咱读个圣经早起，敢若读迄2节，迄2节根本就无讲着学了上帝啊，是不是安尼？咱搁回忆一下，拄仔咱读个迄2节圣经内面有提起学了无？没有啦。既然无，想到我题目个叫做学了上主，是学了呢？学了太无学了的字眼，其实学了是第20节啦。咱看20节安怎讲？大兵对这个会众讲：恁着学了耶和华，恁的上帝。对你会众学了耶和华，因列祖的上帝，头拜耶和华教。所以学了是伫尾仔的所在，大兵伫遐来要求以色列的百姓，来学了上帝。想要学了上帝，原因就是伫头前，大兵伊为上帝备办要起造圣殿的这材料，所以甲这材料传遍了后，伊就感谢上帝。所以拄仔咱读的圣经，伫个所在，咱看见欢喜奉献。所以大兵。伊伫个所在备办这起造圣殿的这材料，咱若伫后面继续看的时阵，看见讲，这个所罗门王要起圣殿，这个圣殿的工程所用的材料，因所下功夫，你就知影讲，大兵所做是偌赫尔无用。想要讲无容易，因为大兵伊
为着要治理这个国家，伊个前半生，前半生都在打仗，拢在战争啊。但是是来平定国内的这个乱象，后来是要面对这个包围伫以色列国四周围的这个敌人，特别是非利士人。所以你甲看大卫伫迄个所在，半生戎马，到会通休困的时阵，会通享受做一个王的迄个威严的时阵，伊讲怎为上帝起造圣殿来陪伴所有的物件，然后伊感觉讲安尼，伊才会通尊荣上帝，互上帝得到荣光。所以该做的，就是伫即个所在认真拼命去做。但变一生并毋是拢完全无污点，咱知影，伊有一个最大的污点。迄个污点就是霸占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就是所罗门王的老母。原来伊是这个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太太，人家庭，但是为着这个大卫王一时的无法度控制家己，伫迄个所在的犯罪，犯罪了后，伊有认罪。但是认罪甲伊犯罪的结果，毋是讲认罪了无代志，认罪了后，上帝刑罚犹原到期的时阵，所以伊的家庭对伊了后，其实就无平安的。咱看见伊的囝儿，有忧而忧啊，所以。互即个家庭产生真大的即个危机出来。后来即个押沙龙为着要报复，所以伫迄个所在害其他的囝的，这是家庭内面家己刣啦。家己刣了后，佮安怎？最后押沙龙反叛大卫，所以大卫做王的反其佫是咧逃难呢，伊还佫咧逃难呢，因为伊个囝要甲刣啊，所以安尼一直走，一直走，直到押沙龙战死，安尼大卫才会通平安佫倒转去耶路撒冷。大卫为着这付上真大的代价，咱会通对着诗篇51篇。来看见伊犯罪了后，迄心内的痛苦，迄个懊悔，伊知影即个拿单伫迄个所在，并无明讲即个代志，但是来用一个比喻来暗示伊所犯的罪。所以大卫伫迄个所在，为着家己所犯的罪，深深忏悔。有影世间人无一个完全。但是咱知影，大卫伫上帝心目中是一个安怎？圣经内面记载讲，伊是上帝所定义的人，上帝很满意他了。所以咱人犯罪，毋是大不了的事。我讲安尼，毋是讲安尼你会当放心去犯罪，毋是迄个意思。迄个意思就是安怎？你要学习大卫的款式，为着所犯的罪，深深痛悔，安尼上帝会赦免，特别是咱有救主耶稣，为咱担当咱所有的罪犯。所以只要咱认罪悔改，上帝抹消咱所犯的这个罪。所以这个罪人最后嘛，还佫会通荣光上帝。因为咱将伊悔改的心志，伫众人的面前，伊个所在活出来。但是伫诗篇51篇底下讲上帝啊，你所爱的，毋是祭司，你若爱，我就要献。我是上帝，毋是爱人献祭啊！古早人献祭是一件真要紧的代志呢。以色列人
受摩西的这个律法了后，因逐年甚至每一日伫圣殿拢有献祭的这个仪式，赎罪祭、赎愆祭、烧祭、平安祭、素祭，5项的祭祀，逐日都伫圣殿底下咧进行。献这祭，就是为着要伫上帝面头前，会通得到赦免，会通得到安然徛在伫上帝所赏赐这老年甲日内底，会通日子得到保障。所以献祭对因来讲是一件真要紧的代志。但是大笔伫遐讲啊，讲上帝啊，献祭毋是你所爱，这呢毋是你所爱。若是安尼，大笔伫伊的生命中间，伊体会啥物？用上帝啊，你所爱是心内忧伤痛悔的心。伊深深体会忧伤痛悔，为着家己所犯的罪，伫迄个所在悔改认罪，迄才是上帝所爱。所以咱毋是惊犯罪，咱也毋是掠做讲上帝拢会赦免，所以就放纵去犯罪，毋是安尼。是因为犯罪咱了后，咱有机会得到上帝赦免。但是咱袂通因为讲会通得到上帝赦免，所以咱就放心去犯罪，这是无共款的哦。故意犯的罪，上帝袂赦免。所以咱就知，大笔伫伊的生命中间，什么款的经历，大概伊拢经历过。人生中间所有迄个艰苦，所有忧伤，所有互人心内非常悲白的代志，伊无一件无经历。但是圣经内面描写的时阵，讲伊是上帝所拣的人，迄个原因就是在于大笔，伊虽然毋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伊知影要安怎样才会通恢复到伫迄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咱伫即个面对的时阵，咱嘛会当通过即款的反省，互咱知影，咱伫过去一年中间，咱做的是什么款的代志？咱有做互上帝欢喜的代志无？有做互上帝的名为咱忧伤的代志了无？咱清清伫迄个所在来反省，来调整。当咱伫咧反省调整了后，咱才真正有法度对身体来发出阿罗上帝的心。若无，你所有一切阿罗拢是假。所以真侪人得阿罗，但是安怎？阿罗归阿罗，毋安怎？生活还是一团糟啊！毋是无。所以咱咧讲的就是。咱的生命是一个会通荣光上帝的生命，是一个应该见证上帝恩典的生命。所以咱若无法度安尼来伫咱的经历中间去完成这个代志的时阵，咱所做的拢是假空。所以求主帮助咱，毋惊咱过去做啥物，因为有时阵。咱嘛是会犯错，只要咱毋是挑故意，上帝拢伫咱的悔改中间，将新的恩典赏赐伫咱。所以这也是代表伫个所在尽力会通做的代志。伫生涯中间，伊慢慢对上帝发出埋怨的声，伊安尼做，是安怎上帝还阁无满意？到底是着安怎？我想咱有时嘛会安尼，是毋是安尼？因为咱的人生拢毋是一帆风顺啦。别人拄会着的苦难，咱嘛拄会着；别人拄会着的试炼，咱嘛拄会着；别人经历或者会欢喜快乐，咱会相反有份。所以既然是安尼，
咱要对心底发出迄个真正阿拉上帝声，迄条安怎？咱伫上帝面头前，会通得到上帝感动。所以咱看大兵伊咧做这代志，伊虽然悲蛮好势，伊嘛安怎？伊嘛祈求上帝会通感动伊所做。当伊遮个做了后，伊才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恁着学了耶和华。所以伊毋是伫个所在安尼吼，干那伊像伊遐讲，啊，恁着学了耶和华，但是家己本身没有什么作为，毋是安尼。伊是家己伫生命中间真努力、真认真，当伊家己所有努力认真完成了后，伊才来甲百姓讲啦，恁着学了耶和华。所以因为安尼，百姓嘛会通心悦诚服，因为咱的王都安尼做，所以因嘛应该安尼做。兄弟姊妹，咱毋是要要求别人做。请咱会记得，对咱家己本身来做起。咱家己做了后，咱才会通伫上帝面头前讲：哈利路亚，感谢主，你是带领阮所有的人来对你学乐。求主帮助咱，伫一年的煞尾的时阵，咱会通对咱的心底发出学乐上帝的声音，用安尼来迎接新的一年来到，所以咱毋是去参加迄个跨年晚会，咱是伫咱家己的内心，检查伫咱的厝内，平平静静，伫遐对上帝发出学乐的声音。愿咱大家会通得到上帝伫明年中间，用伊搁较侪恩典，用伊搁较侪快乐来引带咱每一个人伫新的一年中间，会通好好来过日子，也好好来表达咱伫信仰顶面的成长，咱才较拍开。天父，阮的上帝，阮搁一遍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阮今早起对大兵一生的经历中间，阮淡薄来回溯，互阮来理解大兵。伊虽然诚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伊心心念念，毋是要互家己得到尊严，是要陪伴来荣光上帝。所以，阮看见伊一生最后的努力，也是为了这个伫遐来出力，伫遐来陪伴。主啊，愿你互阮对即中间会通得到启发，一个伟大的王会通谦卑顺服伫主你的面前，伊会通家己做学了上帝的诗歌，然后伫迄个所在来邀请以色列所有的百姓，由愿学习伊安尼来学了敬拜上帝。主啊，对安尼，互阮有一个好的学习。愿主你帮助阮，伫即个年底的时阵，阮用欢喜快乐的声来学了上帝，也求主你带领阮每年一年所要经过的日子，互阮伫你面前会通继续享受对你来的平安喜乐。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47首，至圣至观上，请家己诸位起立。Amen.
红片，这是咱用红片回敬上帝。请思念的当中，要一句高兴地上。报告，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咱当时来看九个。咱九个的内面吼，咱的东港的事奉，东港事奉，咱本州的司琴是徐林姐妹，小台主任是董东西杨义君执事，咱献会是郭同志甲何希明姐妹。咱会前的领袖是林国英兄弟，咱献诗是咱的圣歌队，搁咱的音控是咱林依林姐妹。咱今仔咱有这个台语成人主日学吼，台语的成人主日学，1:15是咱李淑范长老来带咱来做，第六是上帝管教是福气。后礼拜是书会是姚义军执事，司琴是咱蔡怡婷干事，搁咱的交台司琴是赵信成甲江慧玲我本人，搁咱的献花是后礼拜是王以乐，会前的领袖是叶恩群姊妹，献诗是圣歌队带咱来献诗，咱后礼拜音控是余伟达兄弟。后礼拜成人主日课是陈家宏长老，带咱看使徒圣经第一单元，第一单元吼，上帝是罪，我是罪。聚会人数甲奉献，咱会当来看。咱周间有真济的聚会吼，聚会的时间伫迄咱的周报的头前，拢有各小组的聚会时间。会当来看，咱也会当来参加。咱的咱本会的消息吼，本会消息，咱多谢罗博士今仔日的信息的分享。
第二是咱嘛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来报名参加咱美丽岛的信徒养育课程，咱信徒拥有的课程。华语的查经的时间呢，主题是丰盛生命，搁有看到位包山的研经，搁大卫包山牧师的带的研经，搁有那个信徒成长班，就是咱有4礼拜4礼拜的无共款安尼。台语的查经的时段，主题是主导圣经，搁有看老山牧师的讲课，搁有咱的那个实践会有这几个主题，咱嘛请咱大家当来报名。伊报名咱会当来甲咱干事来询问第3点，下晡1点有咱定期的幼稚园的董事会，请咱的相关的同工有弟兄来参加。第4点，下主日下晡1点会调开咱的中职会，请咱相关的同工来参加。第6点，若有兄弟今年度要奉献，也是各单位还袂签款的，请伫今仔日来完成，因为今仔是上尾1天，今仔日结束会做咱的会计遐结账会做结账的。所以今年度的要奉献，也是要请款的，拢今仔爱去做。咱周报内面写的第8点，请兄弟姊妹咱经过咱办公室，搁有仪式帖遐会议室了咧做人的时阵，请大家会当较轻声一下因为遐咱厝底开会，也是搁要查经，所以咱轻声细语第9点，美丽岛的迄个信徒手册，信徒手册已经印好啊，伫咧咱后壁遐，咱一家一份会当来摕。第10点，咱林恩宇弟兄林丰修长老的囝，伊要来1月20号上午10点，会来咱教会来举行结婚典礼。咱嘛请兄弟姊妹会当来做伙来参加。好，咱看后壁关怀大道的部分。关怀大道第1点，咱吴秀美姊妹的先生林建志弟兄，伊伫就是咱明年后日1月2号。早起7点50，伫咧邦桥的殡仪馆来做告别式，咱也为大道求主来安慰。第2点，咱伫咧厝里咧调养的兄弟姊妹有杨玉珠、郑明霞、林林敏珠、徐建庭、苏年宇、欧明达、曾文德、姚卫新、林长青，还有马来金。咱嘛来为伊来关怀大道。带伊的李思明、洪本展弟兄的妈妈。咱嘛请为教会礼拜堂甲3楼的副堂要来做整建来维修啦咱来关心奉献甲大道。好。在这奉献的报告的部分，咱请家己来看。咱牧师有补充报告。因为
来老师来补充报告，咱要补充之前先来欢迎咱即个有一对即个兄弟姊妹来到咱的中间伊是即个文芳新牧师细汉囝伊有两位两个囝即个细汉阮义德来到咱的中间，甲伊的太太甲伊的太太我会记我伫双年教会，我做神学新实习的时阵，义德应该是国小还是国中，迄阵足久高中高中。所以时间过得真紧一定结婚了结婚，感谢主，好欢迎来遮聚会。过来牧师要来甲咱即个分享就是咱过去圣诞节过无偌久对不对？过一礼拜尔但是感觉敢若真久圣诞节大家拢真无闲咱来回顾一遍圣诞的即个节期中间发生啥物代志伫咧即个圣诞节回顾的即个期间牧师先邀请咱先来看头一个影片，是咱伫咧即个做弱势的关怀的即个场所12月初2所发生的这样代志到底是啥物代志咱来看。咱阁有帮忙新老师播音播起来邀请来，你看这个真丰富，你看为着咱遮个受帮赞的家庭70个家庭来到咱的中间，这个片戏剧，咱的麦斯剧团的戏剧，咱的新乐队敬拜团伫遮这会前的记者报道。这边那种英国风你看详细去说这个朱启林。每一个兄弟姊妹，细个有这样兄弟姊妹做定情，真感动啊！定情。那是剧团真感动啊！everything. 上帝听来拯救咱。主做好了，人愿意信仰所行，人愿意接受。
林技术伫遮做一寡检讨会分享，咱同工。4章18节到19节。这是另外一篇，这是另外一个嘛，这是12月另外一个是咱拄仔顶礼拜六的这个圣诞的这个园游会我毋知咱的姊妹有来参加无？有来参加举手。好，来，咱来回顾一下，咱来回顾一下这个23岁。开始卖啦橄榄树，开始卖3点就拢卖了，达拢卖了。咱除了食食以外摊商摊位咱阁有啥？阁有舞台的活动，有节目。主持人嘛是香山技术。是咱一定表演。这是闯关活动，其实咱的重点就放伫这个闯关一关一关的关主介绍耶稣出世的过程，最后咱们祈祷中为着来闯关的每一个孩子，来做祈祷，这是闯关。这是手作，室外手作，咱阁有室内的手作，或者手作，就是咱室内有3个手作的课程，真紧的鹅蟒，真紧咱鹅蟒，咱重头戏，戏剧，咱的道具是，我看所有戏剧内面我感觉好，做了足精致，这个道具，这个编剧，伊拢背起来啊，虽然这是用痛伞，伊拢背起来，背起来。这个电竞片，这个
个演员，做咱各牧师直接做最后结束典礼甲祝福仪式。感谢主啦！吼，你讲其实是最后的时间，差不多10分钟才开始落雨，这是暗时的平安夜，赞美礼拜，差不多80几位的兄弟姐妹来参与。圣餐两位牧师来侍奉，咱大家中心当中约会平安来过这个平安夜，所以两位牧师来侍奉圣餐。好，咱感谢上帝吼，来，咱拍鼓啊，感谢上帝。伫这个过程我相信同母用的就是咱在主办的这兄弟姊妹，特别是咱今年的总召啦江慧玲执事，就是今仔聚会伊伫这个计划整个这个过程实在是真辛苦真辛苦。顶礼拜咱中职同工就任，我咧想可能以后咱的中职同工就任莫囥伫圣诞节日讲因为伤侪项目啦像个项目牧师嘛，安尼有煞去所以我闹交去，咱的即个工作师伊的即个伊有两项职务是一项是橄榄树小组的小组长，一项是麦子剧团的团长感谢上帝，当然拢有设立过拢有设立过但是闹交即个就任书了就任书，所以今仔日牧师伫遮都颁发就任书互咱工作师咱拍鼓啊，感谢老师辛苦有这个过程第一摆是感谢工作师，第二摆咱搁拍鼓啊，感谢咱的有主一切有主。过来牧师搁做一个报告，就是咱的周报关怀台岛的部分有少年姊妹可能咱较无熟悉，因为伊伫咧花语堂咧做礼拜，花语堂的礼拜伊是原住民阿美族伊的先生64岁就即个肺腺癌肺癌是肺腺癌是肺癌过身伫咧即个过程，感谢兄弟姊妹伊参加家庭妇女团契咱的家庭妇女团契明年度要改名叫做稳定团契，都无限制伫咧妇女稳定团契，拢总会当来参加。这个有少年姊妹伊来参加所以伫即个关心的方面，咱透过遮个小组团契，是讲本来是要摆伫咱的教会1月初6，本来是1月初6。后来无法度，因为因厝内面常常为花莲来真逐所在拢有因的亲情，所以因后来是决定1月初2，就是即个放假了后开始上班迄天，到有所在，到有场所，所以因要伫个这个场馆举行即个告别式，所以可能兄弟姊妹较无法度参加，牧师两位牧师拢会代表去参加，因为牧师嘛爱主持，所以伫个遮较兄弟姊妹较抱歉，无法度伫个拜6号，本来是定伫6号所以后来是定伫即个1月初2所以甲兄弟姊妹说明因为有人知影讲是6号但是临时改伫个伫倒位个所在，所以牧师代表教会来去参加咱伫。事师当然，你若讲会当出席，你甲牧师讲，牧师讲，咱再过来安排，好，以上安尼来报告，谢谢。多谢牧师来补充报告。咱接下来看温州的根据，温州的根据，第大志上29章17节，咱做伙来读。外有悲哀，我在力观赏他的心，华丽见证，如到我，我有见证的心，华丽见证的秘密，当我华丽见证的家，我华丽见证的，我
愿主祝福保护你。上面了，请老师为咱祝福，就叫啥给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三脚基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